陪你閱讀，陳培德牧師同你遊走書海，想你愛上閱讀，邁向成熟。今集嘅節目當中，我要介紹嘅好書係美國多元作家艾瑞克梅達薩斯 Eric Metaxas 佢嘅著作《潘霍華》，英文書名係 Bonhoeffer Pastor Prophet Martyr Spy。中譯本最近面世，全本書有31章，厚近700頁，係一本結合咗史實、神學同埋傳記，用小說嘅情節嚟到寫成嘅巨著。呢本書嘅英文原著出版喺2010年，出版之後就被美國 ECPA 評選獲得年度書籍獎。呢位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嘅作家，佢另一本暢銷傳記作品係《奇異恩典：威廉威爾伯福斯與奴隸終結運動》。呢一本書喺2006年出版，亦都係深受讀者好評，曾經係被改編拍成同名嘅電影《奇異恩典》。潘霍華係近代德國嘅屬靈偉人，信義會嘅牧師、神學家，出生喺德國布雷斯盧，喺今日嘅波蘭境內弗羅茨瓦夫嘅地方。佢有堅貞嘅愛國情操，亦都有動人嘅兒女柔情。正當希特拉同埋佢嘅納粹黨員欺騙國家、荼毒歐陸，並且係企圖消滅歐洲嘅猶太人嘅時候，一小群異見人士同埋正義之士由內部進行顛覆第三帝國。潘霍華參加反對納粹主義嘅抵抗運動，又因為參與刺殺希特拉嘅計劃，喺1943年嘅3月被捕，並且喺德國宣布投降之前嘅1個月喺集中營裏面被處絞刑，死嘅時候只有39歲。呢本書就係佢嘅故事。潘霍華對後世有巨大嘅影響，除咗佢精闢嘅神學觀點，譬如佢嘅著作裏面可以反映嘅，包括基督論啦、十架神學、重價嘅恩典等等，仲有佢好多傳世嘅著作，譬如佢嘅基督論、倫理學、追隨基督、獄中書簡、團契生活等等。更加重要嘅，佢係象徵咗二次時期德國嘅良知同埋良能，喺艱困而又充滿生命威脅嘅環境之下，勇於面對納粹政權，挺身直言，維護正義，冇所懼怕，至死不渝。呢個40幾年嚟第一本擲地有聲嘅潘霍華傳記，喺裏面作者艾瑞克將潘霍華嘅2個身份，神學家同埋間諜互相交織，寫低咗一個面對真靈邪惡嘅時候展現無比道德勇氣、毫不退縮嘅扣人心弦故事。作者以佢生動嘅敘述筆法，運用珍貴而難以取得嘅文獻，包括佢好多嘅私人信件、巨細無遺嘅日記，以及佢第一手嘅個人見證，嚟到去鋪陳出潘霍華嘅生平同埋佢嘅神學思想喺當中好多人以往唔知道嘅層面。書裏面詳述1939年潘霍華痛下決心離開當時係安全同埋穩妥嘅美國，翻去希特拉統治嘅德國嘅過程。書裏面大量引用咗潘霍華喺
喺92號牢房裏面寄出同埋收到嘅情書，以及帶有暗碼嘅一啲信件。書裏面亦都係第一次全盤咁嚟到去揭露咗潘霍華嗰段時期刻骨銘心嘅愛情悲劇，讀者可以由書裏面進一步去了解。潘霍華喺哈林嘅阿比西尼亞浸信會幾個月嘅期間，生命有好大嘅翻轉嘅過程，以及佢積極主張基督徒有責任挺身捍衛猶太人嘅原因。作者亦都讓讀者更加清楚知道潘霍華對碎玻璃之夜嘅反應，同埋喺華爾基麗計謀同埋7號行動，就係將猶太人偷渡去到瑞士嘅行動當中所扮演嘅角色。潘霍華呢一本書所見證嘅係一個人非凡超俗嘅信心，以及喺納粹掌控嘅德國所遭遇嘅厄運。呢本書讓讀者直接同一個堅決、勇敢同埋樂意嚟到去服從上帝旨意，甚至係不惜犧牲生命嘅基督徒面對面。書裏面所敘述嘅係一個挺身為嗰啲懶豪邪惡受欺壓嘅百姓伸張真理、主持公義嘅生命故事。呢本書不容錯過。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